我直播还袂放出去，直播我有一回讲规部去个直播根本袂记放出去。好，开始直播啊！好，然后我放一下雷蒙片互你。这边要用了 ，make a moderator。好 ，OK。好，麦克给我关起来哦，爱注意哦。哎哟，伊这拢家己甲麦克关起来，毋知啥物原因吼。是，大哥，我爱甲你提起。好啊。顶回读到对我才无啥会记吼，我著敢若会记讲金策啊吼，金策就是即马读的即段吼，第二段迄已经算另外一个故事的起头吼。当然上款是白水湖人，啊是黄金英因兜的人吼，就是一个老先生叫啥名都袂记吼，伊足好个吼，啊有两个后生，一个叫金策，一个叫云川吼，金云嘛吼，金策银川吼。啊，金策是生理人吼，金策就因兜生理是金策的大囝咧换啊。第二个是伫学校咧做校长安尼吼，好安尼啊。讲到即个故事，讲到就是迄个老先生已经本来是已经过身啦，已经捐去即个捐去神厅吼，踩伫咧中神厅中倒甲直啊吼。啊，但是毋知安怎佫活起来吼，啊活起来佫交代一寡代志，甲即个金策啊交代讲厝诶即个船啊拢卖掉吼，叫伊船拢爱卖掉吼。我对遮开始读起吼，就是伊即马甲即个金策啊交代诶话吼。老人认真咧讲，金策啊嘛认真咧听。即段时日伊也讲一寡五四三无头无尾、不着边际吼，不着边际的不要犯吼的话。正人只要是感觉无啥物妨碍吼，无啥物要紧啊，也无你甲要伊吼。啊，切啊，恁若讲烦恼啦吼，叫你甲所有诶戏船拢卖掉吼，迄寡以后吼嘛是笑，无好算。金策啊，一时阵毋知要怎用吼，家己诶老爸毋知伫咧啥物情形之下来讲即寡话吼，若无清楚是要安怎用吼。详细原因，阿公敢有讲？阿公是伊算伊本来是死去，但是伊讲伊算拄着因阿公啦吼，拄着即个金策因阿公，就是即个老伙仔因老爸吼。伫咧咱敢若做梦安尼甲交代吼。金策问讲，啊详细原因阿公敢有讲？哪会无？即个老伙仔就下海甲袂吼，讲。伊是一步一句特别交代，就讲爱讲互你知。阿公有啥物看法？伊讲啦，人若三顿无法度吼来做望鱼赢生吼，总是有话讲，天也无绝人生路吼。若一旦富入，这搁咧趁即种杀生诶钱吼，实在是无意思吼。意思叫伊莫杀生啦，莫掠鱼啦吼。金策已经是满身重汗，讲袂出话吼。若趁失得钱吼，着出头这面啦。你若讲伊拼了老命，再来回我即面吼，即句话无论如何，你着爱记伫咧心，袂当袂记。啊，金策一面拭汗是也是一直流吼，一领内衫吼，澹去半边，伊溜啊小想一下，才细声应讲，哦，我知啦。阿公敢有交代别项无？老人就吐大气讲，我嘛想要甲加问几句啊，但是吼，就迄个白头毛诶啦，一个白头毛诶长喙手诶老伙仔，一直赶，一直吹，是啥物人啊？一个老爸啊，有够老啊，问伊几岁，讲啥袂记咯，敢若会晓直吹我赶咯吼。啊，到一个所在，我着从眼捌去过，伊着甲我杀一个，喙里佫念讲，王如啊，赶紧转去。食到好数才来吼，天地拢无亏欠人，伊名叫做王如吼。讲到遮，即个老伙仔无佫讲了吼。金策听到正当遮咧入戏，哪会停落来？就讲佫来咧。
老伙就讲，过来我就看恁一场人伫跪伫听头啊，就是醒起来就对了吼。金笑也就无搁出声吼。咱搁继续看咧，我现野者。即个老伙仔颠倒讲伊讲，你这吼叫做无事请左西公啊。我不过是加困一日尔，加困一日尔。金笑还是无讲话，老伙仔就是讲，好啦，去无用你诶啦，船看是要安怎烦恼，想我套动吼。金笑搁较毋知要安怎应啥吼。我有喙讲甲无烂，你嘛来甲听入去。后回若搁拄着恁阿公嘛，我嘛较有通交代吼。所以早起即寡话吼，一直到黄昏，金笑还搁伫心内咧滚架吼。啊，食暗顿诶时阵，凊彩食一项吼，无啥胃口。阿蕊也特别因某啦，阿蕊也特别硬一寡芹菜囥伫伊碗内。啊，你毋食这，迄暗暝搁夹起来。金笑就饭爬几下，感觉讲规喙全粗筋啦吼。即个又搁伊就舀一寡汤来配，真无简单，才甲吞落啊！才讲，哇，芹菜切甲遮尔长，还是哪里牛步草咧？后回叫我食即项吼，切做芹菜煮淡要汤呢啦吼。等伊甲碗箸放落，后尾又搁泡茶来，金笑啊，安尼接一喙，伊讲，这茶含伊早无共诶。后尾嘛讲。这是阿飘因兜家己山顶种，阿飘是因兜敢若因兜工人吼。这是阿飘因兜山顶家己山顶种，摕来半年久啊。我想讲春上啊，买转来迄寡食了再搁泡。谁知影讲这哇真正好，春上啊因查某是因查某囝吼。金笑就负声讲，喙啉到肚一路讲袂出来甜啊，甘甜吼。阿飘嘛讲，差伫个外口一年四菜吼，一日万四遍吼，因是一冬才收一遍吼，春夏秋冬茶应该有诶，一拢嚼全啊啦吼。啊，啉过茶，阿蕊也照常喙去后园行吼，若无一颗圆肚愈来愈做愈大颗。金笑啊，哪行就哪讲。我规气笑嘛免对啊啦，今仔日互我清闲一下。然后我想着老伙仔迄寡话我头壳着整一遍。讲了伊着行出来听，即个后园来。我拄则讲这是金银啊，黄金银岛诶人，就是金笑啊，是金笑伊诶小弟叫云川嘛，云川因某就是黄金银啦吼。黄金银之前有交代，甲讲因兜偌好囝，出世来咧算钱诶吼，所以金笑诶温泉因就是因兜人足好囝。好，金笑讲行出来听来到后园，即一路无声，家己嘛有小可惊去吼。以早因若穿迄种日本式诶看茶夹，行到倒位人未到，啥先到，偏偏伫前一阵仔迄段日乱吼，去互阿蕊啊硬换做塑胶电话啦吼。阿蕊啊讲，阿爹诶代志已经是吼操心逼迫啊吼。你头前后一厝内起哭吼，我现业电脑较慢，现业足慢诶。我一个人听着插夹声吼，我心脏着直直咁要停去，拜托诶。所以塑胶就是迄当阵，塑胶是迄当阵才杀出来应市诶即个新产品吼。所以塑胶是足新诶产品吼。若是鞋啊，差不多所有日用品吼，会当替换则拢替换做塑胶啦吼。面桶啦、水桶啦吼，扫啊啦吼。伊含文川两个人诶前恶，就是厝头前拢是红砖红门涂框诶吼。啊，因后因是连做伙，但是伊嘛无认真去画界吼，去画迄个界，只是敢若加一寡得字啊。栽几排迄个花草吼，架伫遐，有做一个小偏门。当初嘛是讲要方便，互老伙仔两边行来行去。5月天啊，
野合甲含鞘长贵吼，这应该是两种花吼，开甲无顾性命吼，后园有灯，就着天星月光吼，金色啊园就看到春枝浮花里过。春枝是另外一个人，我毋知啥物人吼。东娘仔食饭袂？东娘仔是简称时代台湾妇女家己添互囡仔要耍的一种布红仔吼。11、2岁的查某囡仔嘛有家己动手学做吼。迄当年金赤啊，因为家己无囝生少吼，不时将银川啊甲金因中年以后，又搁生的即个查某囝抱来咧人的吼。就是伊的小弟的查某囝吼，金赤啊，圆滚滚的人吼，啊抱一个查某婴仔吼，久来就甲春枝啊，甲号一个外号吼，号做东娘仔啦吼，就是那个小布娃娃啦吼，东娘仔。大伯，伊就叫大伯吼。春枝啊，即当阵才读初中2年，吼，初二就是即摆叫做国中啦吼。正拄好是算少年查某囡仔吼，真容易见笑吼，歹势安尼啦。但是因为自细汉甲阿伯足亲的，所以比含其他人比啊，当然是无共吼。我捧阿公的饭菜来，阿公讲伊食袂了，叫我陪伊食。啊，娘仔来。发娘仔来吼，一面讲一面将即个盘内的鱼翅、头尾等等倒互对即个花墙顶头轻轻跳落来两只黄甲乌的猫吼。伊穿制服，中学生的皮带，头毛直直用夹仔夹掉的，小可仔红红的面容顶头两粒大目睭啦吼。大蕊目睭若杏仁吼，青春真正是要藏都藏袂掉吼。金赤啊，安怎看春枝啊，都无像黄金面的查某囝。即寡时日吼，伊较接过来，金赤啊愈看愈感觉粗气。只要若无开喙吼，迄寡财富、出身甲背景，完全都拢含伊无关系。春枝啊，骨骼较细吼，规身躯全。曲圆润润吼，嘛无特别像云川的目眶较大吼，带着威严，甲一个魔力安怎讲，就是假模啦吼，搞假模。春枝啊面圆偏阔吼，以及伊的即个目牌吼，算诚粗啦吼，跟见底应该是即个意思吼。这毋是，这就是个性的老母的模样吗？春枝啊，其实上像阿嬷吼，即个因个性老母是讲迄个金色的老母啦吼。春枝啊，其实上像阿嬷吼，但其从较早来看伊，定定拢摇头来吐气讲命好之女吼，无有过食，就是。一个查某囡仔命要好吼，已经无佫较好啊，就是安尼尔吼。尤其是目牌吼，败劣有序，旺夫之格，良有益也吼。就是这以后的低音翁啦吼。因老母已经过身12年，若讲今仔日佫伫的，一定上疼伊啊吼。即个含伊上身的春枝啊。现业，我毋知影恁家己看迄个网络版找会着我即马读的部分，若无恁着看直播吼。有对调。有吼，金赤当咧想的时阵，春枝啊已经甲小门开起来，转去啊吼。伊若惊，佫若讲大伯，我即两工有考试，还未读好。金赤想着，着问一声讲：啊，恁明年要毕业是考高中还是啥？若要读商专吼，以后来替阿伯管校啦。春枝啊，小停一下，回头讲，我想要考师范。
哦，啊好啦好啦，你有兴趣就好。小偏门是乡民做伴吼，春季啊一行远，金笑也都开始佫有心思。伊七行八行，竟然行倒来家己房内，一入门看见阿蕊啊手头摕孝婆啊，就问讲：啥人毋知死我摕这来是要卖命哦？我听伊咧唱，逐日着做哦，叫毋敢袂使哦。说逐工你算啥算甲惊着哦。阿蕊啊，着甲笑讲：你是要含钱使性地哦？金笑啊，一声讲：真正遮硬哦，小歇凉半刻咧，小歇一下凉尔安尼。阿蕊啊，着甲讲啦吼，讲人若要休困吼，钱袂休困啦吼，啥有法度？人两骹钱四骹，敢会动诶？金笑规就无爱应啦吼，随在去讲啦吼，伊就坐伫咧面床边先哈气一下，无两个啊面床都敢若有吸引力诶吼，将伊规个身躯拢吸活去。阿蕊啊看伊倒咧，就搁讲：你即个人哦，袂用画面床啦，袂用想换面床，这7、8点你是要困有倒一个条带？金笑听伊讲吼，翻一个身，真正放心就困起来吼。我这20年来吼，无一工困饱诶啦，真正叫毋敢。阿蕊也一时煞无话讲吼，等想着啥物要问，却听着迄讲房内咕咕声、咕咕叫诶声吼，厝下刮擦一了，就急要掀起来。第二天金笑啊特别早起，才5点过一点啊吼，天混沌半开吼，拍蒲光尔吼，哪光哪无光吼，伊就先伫咧小天天子遐吼秀手做运动，然后洗手面，即个后厅来食饭。即当阵天已经光吼，伊一踏入迄个饭厅吼，老人拄好甲即个碗箸拢放落来，看着伊佫甲话讲：啊，金笑你也嘛来，你也来，你也来。伊就惊我诶，就问讲：阿爸，你遮早？现伊啊。是啊是啊，我食饱要行咯。哇，像啥物代志安尼，一个仔煞重重，甲即个金笑头壳顶吼喊一下吼，迄种感觉就对啦吼。因为听即句话惊着吼，伊雄爬上碗糜吼，配一寡酱菜豆乳，啊，就紧去厝内去找洋服裤吼，摸着2张50箍。又搁掀拖，找着红纸落啊，然后换厝外衫裤，大步行出门来。金笑先是3步2，迄啥物意思？3步做2步搭啦，就是行即紧，行到即个大街吼，过一个又搁停骹，家己想讲，啊，遮尔早我敢是要去看人食饭，想着就开始脚步就放较慢诶，缓缓行吼。伊家己已经袂记讲有偌久无伫咧即个大街咧行搭吼，尤其是透早一早起无代志安尼行吼。路上诶人三三两两，排书包诶中学生，到了夜班转来电信局职员，或者是批好菜吼，都是挂一寡菜脯当要去菜市仔诶小贩吼。金笑行咧，先伫咧路口拄着台底诶水龙啊，伊载半只猪体。后头摆停落，叫伊讲：喂，金姑啊！金姑啊是即个金笑诶人叫伊诶迄个外号啦吼，因为伊一天多摕若久啦吼。喂，金姑啊，无用哦。金笑啊，足久无听即个称呼啊，有一点袂自在，咪赶紧就甲问好讲：啊，逐个好无？水龙啊应讲是平平仔来，独欠一个细姨尔。两个人就互相塞一下金甲头，讲笑2声，才分手吼，行家己诶路。台语无咧讲分手啦，我毋知要安怎讲吼。个人行个人诶路啦，无偌久，佫看着咧收早班限时批啊田啊含即个拄则升电信局长诶政务，啊田啊是做到夜线吼，等于等退休。政务确实兴趣处吼，南离得一时吼，才升局长尔吼。金笑其实心内有代志，讲话嘛小可有一寡算无讲话无足自信咧讲啦吼。
但是看落就讲别人会甲讲伊啦吼，所以讲伊讲啊有钱有势吼，结一个心仔气吼，所以就只好吼含较认真和人对话啦吼，才和大家分手分开吼。因规个啊含伊拢是伫咧白水湖国小共班的吼，自毕业到呾拢40年拢过啊吼，时间遮尔紧，过去种种，即嘛想起来，敢若昨昏的代志尔吼。啊，经过旧的迄间混沌馆吼，就是陈其已经上映看伊的馆啊，伊的店面吼，门敢若开一半。啊，本来原先迄个看板已经摕落来吼，陈其嘛通告大家讲，伊无搁咧做，无咧共替人看风水啊吼，甚至即个世间伊都无想要搁来吼。众人自安尼拢开始甲伊叫伊讲不来吼。金笑啊，较早听众人咧传讲这代志，伊嘛想过真好闲啊，想要去甲问吼，是怎样一个不来法吼？像伊即款吼，凡事不定心啊吼，若无来若不来嘛是好代志吼。这要踏入毋踏，伫要踏入还是毋踏入的时阵，急切想讲。啊，直接就来去码头迄个方向啦，吼，来码头啦，来遐，内心好把大家想吼，等一下若看着不来兄吼，要问伊啥物代志吼，要安怎甲问吼？这两工吼大阴啦吼，要安怎讲是大阴还是啥吼？完调就是当大阴啦吼，加上风势吼，海涌大力，这是咧讲啥？推挤对方。这是你，我煞无看无这你讲啥吼？海涌当大力，你吹杀对方，看若落马落来吼，真无容易。雨伞化是准备再起，即才发觉讲两下难分，你我强体吼。这是你讲啥？应该是你讲伊和陈其吧，咱继续看吼。金色啊，踏着即个码头岸边吼，淡落落的路啦吼，看到另外一边吼，渔花大楼延伸出来，广场顶头，拄则咧落雨的几只即个远洋船吼，已经甲即个。粗男性，应该是叫做男性，我毋知安怎讲吼，我毋是行船的，就是迄个甲锁啊绑好啊吼，算拍定了后，锁啊绑好啊吼。互平等伫咧意上坚定的大小鱼丝，就是鱼吼，过冰嘛吼，所以冰甲电壳壳的大细的鱼啊吼，也伫咧规涂骹吼。然后两个警察甲港警吼，就是码头的警察吼，行我船身来，坚持咧认出讲，带头的警察正是成山新任的即个白水湖的分局长吼，又搁是一个劳动创吼，咱我因劳动创成山是应该是个名吼。船顶的人员即当阵又搁搬出长长的一躯啥物吼，用塑胶布包咧。真细哩，放到即个鱼丝边仔，才甲放落，然后一寡人拢围起哩。金笑啊，不是无想要滚活去啦，拄则看了迄寡冰甲电壳壳的鱼哦，伊已经着要吐吼。无怪因来讲叫伊爱袂准吼。啊，伫咧即群人内，都有一寡杂声吼，塑胶布啊，大概是去用掀起来吼，动来动去的人墙当中，小可流出一芳吼。金笑已经越头关心要行的时阵，免问不来，伊嘛家己想通要安怎吼？伊本来要走啊，结果迄个人无论是失足或者是被害，甚至是自然病死，伊拢只有被冰伫咧冰冷无情的冷冻库内底，等即个船报岸即天，才当作是一个物件证据安尼吼，交互家属官方吼。拄则讲的讲落来，迄个就是
一具尸体吼。行程若是1个月，伊就爱含进前，互伊网掠迄寡鱼仔吼，斗阵放伫即个冰冻库内底吼。鱼仔毋知记冤受吼，大家若无，大家有毋知有同齐来钱看即个代表贪心的人类吼，掠伊搁食掠鱼、掠因鱼仔，搁食因鱼仔吼，卖因的即个，搁要甲因出卖掉即个少年的即个渔夫吼。伫咧海涌吼，甲混乱的苦海当中，到底人是无辜，抑是鱼仔无辜呢？经过不来迄遐时阵，经过不来的因兜的时阵，金笑一骹踏入去，看到陈奇就讲：老兄，啊一早起我开了5个同窗会呢，含你啦，做一个，连你算在内5个。陈奇无讲话吼，带伊往内厅内坐，家己又搁出去下水吼，准备泡茶吼。陈奇的祖厝伫咧西关巷吼，因某囝拢住伫迄边吼。金车一个人坐伫厅里，抬头看到正中墙面挂一个字匾，写的是“出生数蒙玉阁”吼，就是鸠摩罗什，我不晓讲汉语那边读吼。金车原本凊彩坐吼，看到即寡字，赶紧坐互正吼，头一提转向，又看到另外一副对联，写讲：“凊颓落东海，到底数地休”吼，就是凊颓啊落咧海，就爱落到底才知影通停落来吼，这是寒山。寒山敢若是一个和尚吼，现业。看到即个字的时阵，金笑先想到黄金印吼。咦，这毋是你讲伊吗？然后伊随即佫想到家己，这嘛毋是，这敢毋是原来你讲我嘛？最后伊佫想，伊想通了吼。这毋就是你讲所有世间人利害得失吼，大家毋是拢随心拢传一支亲啊？大家一定拢等到底啊，迄天才要罢休嘛。陈奇佫转来厅里的时阵，捧茶盘茶水啦吼，一寡泡茶加死啊吼，两人对坐，摕起茶杯就伫啉吼。茶过3泡，两人拢无话语。金笑就甲老人的代志讲一遍互听吼。伊佫讲：我若想到要即项来吼，连衫都穿颠倒平啊！像伊即款敢有要紧？伊若讲，就摕出，甲即个红包摕出来吼，放伫茶盘，佫加一句讲：即道你一定爱甲我收。陈奇伸手甲刺落讲：你摕转去。金笑就讲：我实在真骄义啦，也无人通参详吼，并毋是甲你当做是风雪之人啦吼。所以讲我毋是来甲你问啦吼，毋是甲你当做，毋是做生理啦吼。伊讲好，陈奇当下便说：我甲话讲在先，钱你先收转去。以后白水湖有啥物高管，你甲管出来，凊彩用一个名，只后莫用我的就好吼。安尼我才肯讲。好。金笑一听，连声答应，又搁问即句讲：你要爱阮留的8字做参考？陈奇摇头，我有阿伯的4条，伊60岁的时阵家己找我算的，寿元75是今年无毋对。即款是六神哦。即款是6神，歹势，即句话是迄个陈奇讲吼。金笑伊看金笑无理解吼，陈奇佫刷一佫讲：十乐不足数，伊少年太欠你了，福分袂尽，人是袂走。若安尼，你即几年毋知影是以后要安怎疗法？讲食够就会走啊，是假了啦吼，表面了尔啦吼。即世结束，食一喙，行一喙啦吼。
食一喙行一口啦，袂当占啥便宜啦。若敢若像你签校铺吼，后世人无来袂做你笑的啦吼。你逐工你摸校铺应该上清楚。别项的无讲啊，你想看觅？既然有轮回，这千千万万世，每一世的父母去倒位？现业因无一定会搁得人心人，歹势，袂得讲搁得人的身体啦吼。若到即个精神吼，精神道促生啦吼，精神道你着知，你昨昏食的是啥物肉，啥物人的肉。但其佫讲的吼，当然全素的意义是自卑，有助修行，毋是全靠这吼。若是牛甲羊，毋着共拢解脱咯。人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拢是一粒种子吼，累劫累世，拢存在伫即个第八识内底。每结束一段生死，后一粒上强的种子就带你去相应的世界，又搁再投胎吼。这是佛教的迄个教义吼。咱顶另外一篇小说，你读圣经教义吼，一篇小说读佛教教义。地藏经讲流浪生死，咱拢伫生甲死中间咧流浪，无停歇。譬如一个杀人犯行过，看着囡仔跋落去水的，刷手就甲救起来吼。杀人是地狱因，一定爱去，但是救囡仔是往人道，所以几分钟内伊着做2世因果。其他若是有妻唱欲杂交，又搁爱去精神道吼，欲畜生道啦吼，欲不识牛，这应该是偏贪吼，吝啬哦，歹势，即寡字我无介晓读吼，是饿鬼的路吼，爱生气，嗔恨是阿修罗，做十善又搁到天界吼。后壁自十善就是你家己看吼，不杀生、不偷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良知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欲、不侵犯、不邪见吼。你若做这十善，又搁到天界吼，人往往无明，好歹拢做，六道轮咧行啦吼。其实天界也袂究竟，还伫生死轮回里，福报享尽，也是爱投胎。毋过金车林不如来问讲，因果有啥看着？无看见，众人拢袂信。但伊着讲，就是知影恁袂信，佛陀才讲，即世间难信法吼。伊才会讲即个世间难信法。因果其实伫咧适当之时看会着，若容易看着，人一出世就举倒要找前世冤家啊，就要举倒找前世冤家吼，就失去烦恼及菩提的真实意义啊。伊搁再讲五戒修不全，后出世想要得人心，抑搁真拼咧吼。五戒是不杀生、不妄语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饮酒吼。五戒修不全，后出世想要得人心吼，抑搁真拼咧吼。不菩萨是偌侪劫，不打共语才修到即个果位吼。金刚经讲，如来是真语者，是语者，如语者，不共语者，不异语者，不信太如何吼？金笑摸家己头摸的咧笑吼。但其伊佫讲，时节因缘无共，众生要离顿吼，会无共。就像我看着因果才起步。毋是上运气，毋是上好诶运气吼。在来未来去，未去进前，
恍然觉醒，大会禅师有一，这是句吼，歹势，无一定读对啦吼。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？翻译。在地来去处，方明学不仁吼，方明学不仁啊。金笑就讲啊，我已经了解啦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但是你讲因果之事，敢有啥物我毋知？但伊就讲不来其实嘛毋对，迄是阿罗汉的自了法，其中也有七番生死，讲来话就长啦吼。金笑就讲，那安尼你是要来也毋来？但伊就讲不来是写轮回心吼，写轮回心，逆生死流，不再以凡夫面目来，因为只会造业。要来是世间若还有一人，甚至一个性命咧受苦，就爱来。经常讲，众生是一阵伫咧适好的厝体内底，你耍的囡仔吼，自得其乐而浑然未知，因真正毋知影，会当叫伊欢喜的，嘛会当叫伊流目屎吼。学佛的人觉察会道开吼，会闪较远的，罗汉走去不回头。菩萨在出离之后，会阁再入来爱人，就是爱迄寡毋知影阁踮遐咧耍的囡仔吼。金笑即当阵是真正是讲袂出话来，但伊又阁讲，你毋是要问我看到啥物看到的因果吗？以往我是看你持斋，还袂全数。40岁迄一年，我练心静坐过日。去年的狗发出的音声，我忽然间知影伊的意思。金笑惊者问讲：狗讲啥？但其颠倒煞毋讲吼。金笑又阁问一遍，但其才讲：即代志我也真少对人讲啦，一般人袂信吼。孔子的囝婿公冶中，毋是听有鸟语吗？听有鸟的声，讲鸟的音啦吼。心会夜早愈少，愈知影天地吼。但是神通只是不法的皮毛尔吼，是表面尔。如果毋是为着利益众生而修行，那不发无上菩提心，神通就成无事，就甲伊相应，因为无爱神通。啊，到到底是安怎啦？迄只狗讲伊前世人欠我，即世人过一日门，现几角银啊，慢慢拄。3年过去，有一天伊就讲已经行了，伊要离开。过日真正就无看到迄只狗。现业，金笑感觉家己头遐烧烧，问即句讲：啊，你有去找无？试过去找，就是找无啊。两个查甫对坐一时啊，煞无话讲。后来也是金笑开喙讲：我也已经要60啊，也着来想一寡即方面的代志，袂当遮一工过一工吼。但其讲：我万入学啦吼，加你一号。金笑就讲：本来想要问渔船的代志，早去看海水仔的船，载一个死转来吼，心内就有拍算啊，又搁听你安尼讲。但其暂且无讲，先听伊讲，卖就卖啦。另外买一只小船送警察，也会当救人。这一听但其笑讲：是啊，趁早收手吼，你听过啦吼。莫为见孙做马牛，吼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即句毋是咧讲你即马拼死拼活像马像牛像马。无得啦，毋得啦吼。金笑问讲，无是又搁钱啥？伊讲，但其讲真正意思是钱也无人
无人，这是传奇意思。何必为着留后代去趁迄寡有价的钱吼？家己后世人才咧排因果。无为见孙做马牛，意思就是讲，莫为着子孙做马做牛啦吼。毋是讲你莫为子孙做甲安尼要死要活，伊是讲你莫去为着子孙去造业，以后去排因果啦，做马做牛安尼。两人相巧分手吼，两人就是安尼笑笑就分开。金策向前行差不多10外步，要到大门口，忽然间听陈基伫后壁无限感慨讲：以早算命，确定也真实看到，袂当不能着力，就是袂当志力的迄一点叫做命吼，袂当出力的迄一点叫做命。真实是力量到无法度到的所在吼，就是命毋是你出力就有做会到的吼。即马想起来，家己甲一首啦吼，毋知算对联无吼，就是人生自有着落处，尽往从前错用心吼。金策不免点头称是啦吼。沉咧，一注意才看到讲家己已经伫咧大门外，现业。一人不足的门内，迄个陈基讲哦，等你对一工写好，送我100啊，我要甲做一个签，甲签起来吼，挂伫咧店里吼，逐工看，则袂拍一世人的算盘，拢算袂合吼。门内陈基听讲，哈哈大笑吼。金策徛踮咧有一时啊，搁大步出去时阵，感觉全身轻快吼。伊想到伊原本迄双大目镜吼，逐遍踏伫咧红砖地发出咧起起哭哭的声吼，即当阵搁想起来，实在是不忍再听吼。阿瑞竟然找袂着吼，伊先是将迄双插镜甲收起来。时间一久，家己嘛袂记藏伫倒位啊吼。伊即马骹穿的真正是一双方便的软袜吼。金策才行2步，伊佫看到管事的阿宝，当咧用迄一贯的表情吼，定定来找伊迄上款的表情甲骹步吼，即边赶来。伫咧即个瞬间，金策真正足想要有一个所在通当藏起来，实在是吼。无闲甲，这一两好，过来算第三章啊吼，第3章9:17，好，咱继续读落。就是金策的故事到遮啦吼。这1-2年，数学啊拢无做啥物啥，数学啊就是迄个区老师，就是去互吉普车载去的迄个区老师，无转来区老师因某吼，数学拢无做啥物啥。家庭用材迄道看板拆落来刻伫咧后院，即寡伫咧即站时间，风吹雨淋啦吼，连字都看袂清楚啊。抑佫有3-2个老主顾，一遍一遍来养伊，减量就好啦，莫全停工啦。啊，你尖子优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做了好啦吼。别人袂，这字我袂晓读吼，就是别人的我无介意啦吼。啊，你要工钱要加嘛是会使啦吼，但是甲约伫高正伊爱做吼。伊今年已经46，已经老花吼。因大家早着无赞成讲接近像超过。伊讲哦，做即项步步着靠目睭。千针万线真爽啊！我看吼莫做啊，啊创着已经大汉咯，创着是区老师的后生啊吼。还是饮下水。
创立上师范学校以后，遮大拢无需要开钱吼。等3年毕业做2年兵，或者是3年，毋知会抽到啥物兵种啦吼，反正就是2年兵或者是3年。我伫退伍以后，转来白水湖教书，伊即身的重担才会算是放落来吼。啊，即阵仔是伫以来一连外家着真罕伫行骹到。因老爸原本伫咧鸡心咧开即个，伫咧鸡仔中心啦，咧开三仔药行吼，也有甲人早尾看诊吼。伊即2冬因为年号有啊吼，花春堂着拢交因的兄吼，啊说去掌管。伊小学毕业迄一年，因老母搁伫个肺前口疾吼，肺前口疾啦吼，就是有喙讲啊无烂吼，勉强讲甲因老爸同意，继续互伊读2年的家政科。到第3冬，因老母病重，厝内店内拢需要骹手嘛，所以伊学业就停止，逐工来奉侍因老母汤药吼。厝远是老爸家己开的，因阿兄甲药仔拆好，交互伊去转，对3碗煮做8分，4碗煮做1碗，到后来6碗煮做1碗，伊毋知也药讲这药仔是愈下愈重，伊搁较毋知嘛，知影讲药仔是愈下愈重吼。半年过去，因老母嘛是无起色，甚至才啉过尔，碗就还未放咧，规个又搁分，搁雾搁吐出来吼。有几领个月吼，练着大半年，伊是规身躯是药杂吼，就是有几领个月吼，规半年伊规身躯全药杂吼，因为拢咧换全药啊吼，袂顾你洗碗，着爱先扶因老母起来做吼，啊。或者是甲拭吼，拭身躯，甲掠，甲乱甲掠吼。可能因老母到后来，莫讲啉药啊，敢若是看伊要敢若看伊甲药仔远芳来吼，规身躯就开始皮喘吼，啉甲惊。安尼接完2年，数扣啊18岁吼。世事渐低，又搁去闹因爸母有枵无紧。有一工提起勇气，甲因老母讲：“阿爹真正是食伊的药也无啥起色，搁毋送你去看西医。”听讲咸水港有2间大医院，拢是日本转来医生开的。因老母迄当阵已经松啊一掰骨头啊吼。还袂等伊交话讲了，紧就甲主动讲：“你到即个岁数，还阁想遮浅想吼？”伊就甲头压落，无阁讲话啊。因老母阁讲：“你想看觅，咱兜含恁阿哥兄哥在内，算是3代为医做医生，3代做中医啦吼。送我去病院，伊面子咧，面子会比某的命较重要吼。伊当阵袂顾你讲因老母会生气，颠倒甲呛一句话吼。因老母吐一个大气讲：“我毋知着安怎讲吼，才会当互你明白啦。100句做1句，你总是少年毋捌世事吼。”现业。因老母讲一句出一身躯汗，讲到后来，一领衫吼拢澹去。总有一工吼，你会明白啦。毋若是某的命，大部人的面子，甚至比家己的命都搁较要紧吼。你还会记我即句话。啊，诉求也无甲应吼，一面退换衫，一面点点啊流目屎，因为看伊消散落目吼，规身躯消散落目，忍不住吼来哭。因老母颠倒翻转来劝伊讲吼，你莫安尼吼，阿扣啊，我看着心内颠倒会艰苦。古早人咧讲，真药医假病，真病无药医。吼，即嘛想起来，确实是真理吼。伊无讲也罢吼，伊本来已经
已经无搁哭，听即句菜语仔搁失声搁大吼，目眶七七的，莫互恁阿爹看着。做人就是千般万项，拢得遐吞落。你若毋看破，活袂得过啦。我若有啥物万一吼，恁阿爹一定会搁带，伊着去按伊的喙。你莫讲这话，你会好起来啦。听到伊即句话，因老母颠倒两项重泪吼，流目屎讲，我是万般不得已，无讲袂使。我敢是家己做得主，会当做得主。伊无法度搁讲出话，只敢若细声仔哭。因老母着搁讲，恁阿爹若搁再带，你着爱比即当阵搁较知影轻重，着爱听恁心意的话。目色较放较巧一下，爱知影死我啦。伊本来咧哭，听到后来，目色声梢坐出，即个音煞可能是毋对吼，应该是目屎啦吼，声梢坐出。反转问伊讲，阿爹是安怎着搁再带？一定爱搁带？一条街仔自头行到尾，无看着半个，搁再嫁？为啥物查甫人死去，查某人自然会走？啊，牵手一过身，查甫人着赶紧着搁带。因老母听伊才讲，你还未嫁，有一寡话讲也听无。男人女人本来心性无共，你以后总会明白。现业也有，日后吼，恁阿兄若娶某，着爱向兄嫂较好咧。一世爸母，二世金仔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捌听人讲吼，一世爸母，一世爸母，二世金仔。兄嫂，大家做伙时间长吼，总是会见着，莫拆破面，免我看累吼。因老母所有交代的话，确实有几句是迄当阵伊所袂当理解。迄2年为着要照顾的方便，因母女因老母甲查某囝吼两个共困一张眠床。因老爸有家己的房间，但是每隔3、5工，因老爸来叫伊转去房间困。迄时伊啥物都毋知，原本以为是讲老爸是出自关心，也算轮椅照看。谁知每独处第2工，因老母就敢若像半死的人一款，面色惨白，下体闪废吼。伊本来就是妇科病症吼，又搁妄动不知，以为只是月信不调。迄一年，因老母41岁，到伊完全袂当起床的最后迄个日，伊甲伊讲：“阿曲啊，我若早知人生遮尔苦，当初就不该轮回行即条路。像我5个姑表妹，你会记得袂？其中一个阿好姨，甲我上亲，因姊妹3个出家，2个带法修行。迄时若觉醒，就无今仔日的代志。”伊就问：“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”因老母就吐开讲：“袂用的，不行强行吼。做人做到即个地步来，毋是痛苦，敢是快活吼。就是不行强，袂当个搁硬做啦吼。阿乔啊，你知无？迄条路我嘛有想过，总是放你兄妹，我心无下落吼。听到遮，伊揽着伊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讲：“你袂用个死，袂用个。”因老母就甲安慰讲：“无代志啦，前一回恁阿好也来，伊的法号是妙凡。”伊才讲3、2句，我的心思都囥落。唉，我若早2年知影即寡，毋知要搁偌好吼。伊讲袂用个杀生，自杀也是杀生，并袂解脱。若知自杀以后会变安怎，无人会行迄条路啦吼。伊安怎讲？譬如讲5时上吊，每工时辰一到，8色神殿变现，就着个爱搁吊一遍就对了吼。一直做到人真正寿元本命尽吼，每一日痛苦一遍，
才算安尼算回来啦吼。现约啊，是即款哦。若放爸母囝儿人生责任袂了，还着搁加做呢，所以即条路哪会当行？迄次因出嫁表姨转来，探视病重的老母吼，因母亲，伊伫一边仔看着听着因表姊妹仔对话，出嫁有啥物好？为什物恁全去呢？为着要了苦啦，人生到底怎样一个下落？只有佛菩萨讲得圆满，也做得圆满，在家也会当修，只是阻碍多吼，袂当大决心，无下大决心难成就啦。其他在处处吼，我找无答案。人生苦海无常，你会当做主，身不由你，老不由你，病甲死全不由你。毋若安尼，静心想看，倒一项是你真正愿意？除了大菩萨成愿而来，咱拢是被业力牵来凡夫，身不由己，业力叫你哭，你笑袂出来。即句话讲着因老母的迄个疼处吼，像戏搬来搬去，你恨即个后世去报仇，爱即个后世去交甜，如此而已，并无了义。一堆爱恨怨心，即世人袂解决，留待后世人来办。生生世世多少情志意念，你会早死，会先死。而且若有闪失到三恶道去，却生恶鬼，后世抑阁无一定会当做人呢。OK， 31分，哇，这个原来开始你正面宣导吼。OK， 读到遮啦吼，85页，我记一下吼。啊，拄则我有查一句，是。拄则你讲一世人的爸母，两世人的囡仔，嘿。兄嫂，后壁有兄嫂，你拄则可能，因为我查才知影，迄是安尼，才是完整的一句嘛。对，我拄则读长句，长了毋对哩。一世爸母，两世金仔兄嫂啦吼。金仔兄嫂，那应该就是妯娌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妯娌是同师啊，我看金嫂。弟媳，我刚刚查说弟媳跟那个就是兄嫂弟媳嘛。嘿，就是对，就是的关系。就是，比如讲，你和恁阿兄的太太，两个查某人就互相安尼称呼啦，一个兄嫂，一个金仔啦。我毋知即个是毋是读金仔，因为我毋捌听人安尼叫啦，所以我毋知是。所以。啊，拄则嘛是敢若查有即句话，但是无较详细解说。但是理解上应该是安尼，即个意思。伊讲做伙时间长嘛，就是一是爸母，二是金仔兄嫂啊吼。OK， 好。真是。好，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，咱明仔载再继续，我明仔载敢若我记我有摆落吼，咱明仔载佫继续来读，好，感谢时间，好，安尼再会，对，好，再会，拜拜。拜。